好，接下来有请13号考生考核剧目《狸猫换太子》考扣。从中的打准子。问他什么？你问他当年何色传统，总唱歌何分？是。可是你当年何色传统，总唱歌何分？此话从何说起？难道你曾看见？我何曾看见？娘娘，你可曾看见？哀家当然看见，谁看他早日不早？
娘娘记忆困境，与后必还要问哦。好一张面子！陈琳，你与我重重地打，狠狠地打，打得他早人放血。娘娘，陈琳，你不管从大，看来你们定是错通的了。不是，陈琳，你当死我吧，你曾见我吧。也罢。
秦佩路，太子来了。塞命啊嫂，我思也来了，当爹来，为报仇子还悲沉痛。像你这个聪明伶俐，生死关头要心思了。娘娘她梦里找个魏公子，但他外围有冤枉，你咋不去来找谁夫？请当下一名袍。城里生意自说不你比，我是化作李逵，一心往去查我命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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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前生万岁莫往死里打！叶娘娘，可知三年来了？可是。好，我们接下来首先来看一下12号考生的得分。12号考生的剧目得分是91.4分，考核总分257分。
接下来是15号考生的得分，15号考生剧目得分90.1分，考核总分252分，251.2分。好，接下来有请2号考生、14号考生考核剧目《清风亭思子》。思念娇儿，今后才从此一别不回清风亭前身不在，望穿双眼泪满妈妈，你不在家中养病，怎么又来到这里呀？我好端端一个儿子，被你当妈抱了，也才知道清风亭遇见的那个夫人，也不知是他亲娘不是。竟叫人我离了去。那日官子在清风亭遇见的确实是他的亲娘，他将血书念得一丝不差，稍有差错，我也能让他把把领了去。唉。清风亭遇见儿亲娘前来，血书相恨不必理睬，镜中花水中月，前世虚假，他不是妈妈你。
老太婆，你不该与我撒泪，我比我名副前辈。老天杀的，你把我的儿子当马跑了，来我一笔。今日生你几句，反将死，我来与我。好好好，难道我这条老命还凭你不顾吗？啊？难道我还拼不过你吗？拼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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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信呐！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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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不要为了这个小奴才伤了我二老的福气呀！我们不要想他了，我们不要想他了，我们不要想儿啊！七八娘的儿啊！
伤情，悲哀苦年。儿的欢笑永远，再想要儿与为娘要亲要传，再想要儿与为母同把盆红咱娘要在门前，等儿方有回家，再想要等下婆儿把事再相听。擦口叹我也埋身42年儿盼儿经不此可到庭前，妈妈，这个小奴才不会回来了，外面风大，我们回家去吧。姥姥，这条路通往哪里？这条路通往锁地。哪条路呢？那条路通往江南。中间这条路呢？中间这条路吗？通往哪里？死亡京城而去。怎么？死亡京城而去吗？
要保重此路而为呀。就在那棵大树底下，那不是我们的儿子，那是放牛的牧童，是放牛的牧童哦。那我们的儿子呢？我们的儿子呢？谁也不会回来了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13号考生的得分。13号考生剧目得分是91.1分，考核总分268.2分。好，接下来有请16号考生考核剧目班昭选段。啥子？去婚也不差嘞？啥？这丫头又睡着了。
夜饭，杀气吹青苍。睡吧，你且睡去，我再数数。数什么呀？数这里写书，还是数这里发呆呀？你不睡，我可睡去了。傻子，我要你当天草率的消息，怎么又忘了？我当听了呀，可是他师兄不许我对你说。为什么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是吧？好吧，我告诉你，听外面声传说，二师兄不是说的东关公，而是后宫。后宫？外面传说王太后不仅喜欢二师兄的文采，更是喜欢他的模样，说是把他养在宫里做什么？哦，必称免税。哎，小姐，必称免税是什么官啊？你要我问的，又不是我要说。
天是天堂，须臾生海。须得强人对上太苦深，因人修手变路。
好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2号考生的得分。2号考生剧目考核得分91.4分，考核总分260分。14号考生的剧目考核分92.7分，考核总分258分。好，接下来有请17号考生考核剧目《桃花扇》季扇。残雪苍空，桑榆墨绿，冷
人唱，讨一渡关在人古城中，也曾经因泪湿青衫悲不是，擦着见你伤心痛。哪知道梅开云心人无心，情为柳絮在西风。都被我的血量都为了你。这血恨虽不是情梦将唏嘘，把长城扩到基洛子会寻人才能很高，杨牛弯马为头，江明赢了海皇下，问归秦风无人找，恰是我杜鹃啼悲绪好，已是我芙蓉棉花桃花，空余飞跑。儿郎，这都是为你而来。三英兵，这真功要双儿剑，会用自保。凭借子牙参照，
好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16号考生的得分。16号考生的剧目得分是96.3分，考核总分284.4分。好，各位老师，我们今天下午场的考核到此结束。今天晚上6点半，我们再进行下半场的考试。老师们辛苦了。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我们今天晚上6点半再进行晚上场的直播，我们晚上见。好，各位评委老师，大家好。那接下来继续进行杭州越剧院年度演职员业务考核。今天开始的是演员下半场的考核。那首先有请18号考生考核剧目《白蛇传》河伯。要你哪里走？为了你，什么？
山发黑为了你不听情儿俩一劝，为了你断将把情儿谁能了彩笔娘为中，情以为暖能今日苦相对离落儿面孔，儿无子离谁当时疼啊，娘悲泣心朦胧，情他几经不讲娘孙，从此有在大儿痛。这一件件衣裳
真是娘亲手缝，娘为儿子救起年意，苦里儿把山就无依雨，海儿东，娘子，儿郎晓得为娘困。是啊，他真子生离死别痛，你要看成是娘饭菜，再想起是非善，梦徐郎，娘子，徐郎你为人善良，心中绿，谁知为缺少自己手中难。我你带小娘儿哟，是一自此背不用，过去是家内一起安排，从今你早晚我要是真徐郎啊，梦将你呀好不样，你路在地下细细胸，一阵阵金发不精彩，一句句话一耳中，娘子，徐郎啊，教孩儿学海生子，徐老几。将你珍在雷峰塔下，永不藏。
好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17号考生的考核得分。17号考生剧目得分91.9分，考核总分269分。好，接下来有请20号考生考核剧目《浮游限期》。哎，守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快去大王甄选美女去啊！不要忘了，是要生过儿子的啊！启禀大官人，遇着了一个生过儿子、年轻美貌的少妇。真正把
快去，你快去！夫人，大王这是甄选美女，那是为了生养隆重。你稍时被他选中，你就有福成功自杀了啊！哎呀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！无语。好，大王来了，夫人，这大王来了啊！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哎呀，大王来了！大王，你看看这个女人，怎么样啊？她天孙续色，故王母一解称许。夫人哎呀，既然大王喜欢，那就留在大王身边哦。你看她的模样，倒也像个天上的王妃，天上的娘娘嘛。夫人，不要大惊小怪的嘛。夫人这是为你好。无语。听说她是你的妻子。从前世哦，现在被大王选中了，就是大王的了。你倒慷慨的很啊！夫人是大王的侍臣嘛？我要这女人好用嘛？牛娇，听我的话，来在这里当王妃，当娘娘，享受荣宠啊！美人，来，替父王母生一个隆重，生一位传承。大王不，牛娇大王就你快去！大王不，牛娇大王就你快去啊！打得好，打得好！无语适合大王，自然也适合娘娘。娘娘你什么时候想打奴才？你就打，大王，你要好好的劝孽家，是要叫他像你一样做大王的忠臣义仆，可不要把大王母杀糊了。他是杀糊了。大王可是要杀生的。大王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开导他。想逃是逃不出去的啊！是，送大王！父王，我们一起到嘴吧。大王已经受过了，想逃是逃不出去的。李口子，娘亲怕你攀下了双眼。娘亲他，我们回家吧。不，牛娇，我不能跟你回家，我已经不是你的男神了，我已经没有脸面再做人了只要你跟我回家，你就还是我的夫君啊！夫君，我已经是个废人了。牛娇娘一辈子随着你。你要知道我做什么？我已经完了，我完了。
出家，听我的话啊！留在这里当王妃，当娘娘，去死后大王，救大王睡觉。你都是做的事！我不需要用我的血骨来报这杀人之罪，也个真的！你快去，你快救他睡觉，你快救他睡觉，你快去，你快去，你快去啊！你快去啊！你快去啊！放过我吧！对。相思，你叫我死无离死，怎样归心？怎归心怎样还安心？我要报罪！我要报罪！大决定，民妇有死在牛墙，乃公子卿。冤亲，娘！
好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18号考生的得分。18号考生剧目得分88.4分，考核总分250.3分。接下来有请19号考生考核剧目《心比天高》焚书。这暑假是我西亚的心血，我们的孩子恩义的见证，爱的结晶啊！这是他与西亚的见证，不是我的见证。这是他与西亚的结晶，不是我的名声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名声。我好悔，我好恨。青梅竹马去时光，千卷万且从心碎问三思，害他见去心非能怕，早知今生你风浪。
了你追我不愿，负你永得天子啊堂。这首歌是母与西亚的心血，我们的孩子，你的妻子，你的妻子。回了。
好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20号考生的考分。20号考生的剧目得分是95分，考核总分是278.8分。好，接下来有请我院国家一级演员裘廷宇为大家带来一段展示剧目《狸猫换太子救姑》。闻啼声寻踪，雨水红，茫茫生机要衰，江山愁生阴酸，谁？小看子他为何生生不看子，大清早的，你到这御院来做什么？我家娘娘采花来了，公公你呢？奉万岁之意，到暖清宫接八阎王上寿。哪里来的婴儿哭声？公公，八爷啊！公公，公公。你放在金花盘上，墙院内脏里面有埋藏，这婴儿的泪里，你要细细讲。气走娘娘，公公，你千万不能上嘴啊！那你快说，我不管事。你快讲！我不管讲，公公，你先饶了我吧。难道此事与两公有关？可知啊，后宫中明争暗斗，古来雨，风雨笑长，你可知
是非莫辨自忙量，到头来应乎是问后一场。看子啊，是笑我把你迎进宫，你的为臣我自强。看子啊，你夸夸将那真情讲，总算是天崩地裂，千难万险，与我曾领替你来承担。陈公公，这次上岸乃是刘娘娘交付于我，她命我对上快子，吕娘娘我是将上海交付于你，李娘娘插下妖魔之后，他上海中遭遇何方？都过才能之外，交到你手，我不知应该从何而来？我不知具体。东宫离惨分灭，并不那远交臣应黑。是啊，哎呀！算是一情而从，这分明是李娘娘强生的婴儿，他乃是当今的太子啊！他是太子，西宫头四起。出生的婴儿什么罪？贤妻名声如何？水中掉，你也是受于为太生父母养凡不能为虎作伥，伤了天良。托拉心肠，不知的心不明真相，更不管违背西宫来娘娘。真体只有妻能配死，小生命。就不怕天里哪有才昭彰，陈公公一番开导我的心明亮，就太子恳求公公设良方，为子民是难免道。从天降，只要能救婴儿，到府家生也无妨。只恐你口舌
为他死，我愿死。悲伤地上放点军灯具，两旁旁撑着红字大手上张个字内，一张愿群公为高卷四大九太子健康到，把眼望好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19号考生的得分。19号考生的剧目得分是93.8分，考核总分264分。好，接下来有请21号考生、22号考生考核剧目《摄政王之列》首列御赐。3岁一曲，好一派赛也风光。山山无月青彩丝，我狂靠怒浪飘过。
君心如温水，脉脉凝思一最美。儿曾欲在曾欲去，我对他不归来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真未忘记。30年里，风沙破灭，呼啸浪豪，英勇俊美。那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20年前的今天，你我在这里相遇，我对你说，我一定要娶你。啊，你都记得？刻骨铭心。圣母王太后，今日到此，只怕非为重温旧梦，是为归正之事吧？是啊，也不是。多尔衮，我求你，我们都放下吧。放下什么？放下权力，放下王位，放下宫廷，放下政队，放下福临。得放下他。我们隐居山里。大女儿，你真的这样想？难道你不向往吗？一片苦心，且为了我，为了我们两人。只怕未必。要我放下一切，全是为了让你儿子顺利去生。是为了福临，就是死，我也在所不惜。不过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，为了大清朝。告诉你，我不会放下。20年，有太多的仇恨与不平盘踞在我的心里，却像是一个噩梦，把我啃死的千疮百孔。如今，我已然一无所有，没有了王二娘，没有了他女儿，也没有了王位。可是你权力，我今生下权的了，这是我活出性命拼来的，我为什么要放下？我绝不放下。公告给死东儿官，一生
挂曾在我，妻在妻身。公公姑姑猜猜哦，顾天平开开可可，问问我我，死生生，休讨我，变坏莫测成风声。9分家成雨。为了你，我身心俱力结伤痕。为了你，建功立业不惜命。为了你，10年不见曾再曾。为了你，层次层地我层层。为了你背生人，为了你灭诚心，为了你灭真名，为了你一次百年马里，真心与诚心，为爱能放情，我爱得富贵，爱得无奈，爱得傻白，爱得可怜，爱得自大，爱得坦诚，爱得痛楚，爱得伤命，爱得奄奄一息，起死回生，还是空张江山快众生啊，快众生啊，这一次也别，我绝不放下，不算，我绝不是独儿混。大女儿，再叫我一声大女儿。大儿棍，我从10几岁就爱上了你，20多年了，我们彼此相爱，爱得那么真，爱得那么深，可这爱又是那么痛，那么无奈。不要离开我，再也不要离开我。
发抖，我迎人而窜，天气并不寒冷，我不寒死你寒杀从营。多尔衮，你的心是冰冷的，我的话你是一句都听不进啦。难道你的心不冷吗？回了福林，你什么都傻的。绝不自美。你做意思不行。大官，我们不该到这里来，我们不该到这里来呀！大女儿，天下有多少人要我多尔衮的命？这一天总会来的。大官，我欠你太多爱，你来生今生来还情，来世难报恩，难报恩。大官，今日里定人的成了绝笔一题，待追寻莫待莫待你是最勇敢的烈士，你是最痴情的暖人，你是带兵进京的大功臣，你是报仇江山的真的君，我与你今生无缘。
身无天冷落，死无祭奠分，今生娶你是一件啊，放你怜惜孤独身，太来早生母胎归天什么与皇太极长同分，愿里应能黄陵地，狂骄狂野做孤本，我与你呀凄风苦雨遥相望啊。岁岁月为他青森林，为他青森林。能死在你的怀中，也算他千古风流。大官，大官，好，最后有请1号考生考核剧目《清风亭》狮子。实的苦于一时差错，一时不差。
怀抱地。老曹，我儿父在京城做了高官，我要带儿子紧紧向荣华富贵去了。怎么？你要带金宝儿他向荣华富贵去了？真是可有我父子分别。哪个是在？儿啊，快上前拜谢你义父，养育之恩。义父，回家给义父演讲，举着海岸在清风亭，神的亲娘，要到京城找我那亲爹，向荣华富贵去了。海岸举子拜你了，儿啊，你成了亲了，成了亲了，不为去了，不为去了，儿。13年将儿来教养，亲可分别痛。想当年，汉东桥下一线，冒风雪，你母才儿亲。东去城来，下去望，我儿长成金荣堂，房儿他人金光，给我还妹妹安享天伦，一家成心养。
一家团聚，荣华富贵乐吉祥。你我在眼巴巴的一门房分此心，定是冰山谈。哪有的娘多怕爱儿女，谁好总是晓得家把阿辈离他也是灯笼火棒，提早今日转关乡，他这夫妇身旁。儿在我儿老坟前，一碗清水解闷之间，祷告几句分高墙。非是我儿老团灭，儿的公公与几杯，为救那娘亲的爹父娘。我把情领上。凡间在我心，养儿防
好，至此演员剧目的考核已全部结束，请全体青年演员上台。好，在这辞旧迎新的之际，我们祝愿各位老师和观众朋友们2022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我们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观众朋友们再见。好，现在计分员正在紧张的